10月24號，加拿大星島焦點新聞。加拿大移民部表示，喺2021年去到24年間，大概有160名香港居民因為喺申請中提交虛假資訊而被拒簽發開放式工作簽證。根據今年3月嘅數字，由21年2月去到24年12月期間，合共有46,466人申請開放式工作簽證。按比例即係呢160人只係佔眾多申請者之中嘅0.34%。移民部強調，絕大多數嘅申請都係守法，正喺度考慮採取更加嚴厲嘅措施，打擊相關嘅欺詐行為，包括向建議客戶喺申請中提交虛假資訊嘅中介，處以最高150萬元嘅罰款。移民顧問建議申請人向獲認可嘅移民顧問尋求諮詢，避免成為無良中介嘅受害者。下載加拿大星島應用程式，瀏覽更多新聞。